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立法院为这届的会期开始来试办着口译的服务。面临着罢免案的台湾基进党的立委陈柏惟，早起是用台语来质询着国防部长邱国正。不过邱国正有几下届来强调讲，希望双方会当用同款的沟通的工具。这是让陈柏惟真火大，当场就呛这个邱国正阿爸。 你有够阿爸啦！我没有阿爸。今仔日人话个人徛伫遮，你会记卖还你会记学中文吗？立委陈柏惟用台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邱国正好几次强调，希望双方能用相同的沟通工具，让陈柏惟相当火大。我想要保护咱台湾的母语，阮有原住民语，有客家话。可以啊，你要会你母语，我没有意见嘛。对嘛，所以咱用翻译的人员，你外国人来，你就袂叫伊讲中文，谁人我伫遮你要叫我讲中文啊？ 是啊，那你要教育我啊！我没有教育你是什么，我只跟你讲的，今天这个殿堂里，大家工具如果一致的话，只会让我们这个议会推动工作更加顺畅。邱国正表示，用相同语言沟通速度会加快，但陈柏惟质疑，难道请来台语同步口译人员，还对部长不够尊重吗？不同的工具，我没有反对啊。大哥是你听有，你挑工叫好听无的呢？那你怎么知道我听得懂呢？所以我请翻译听无的时候，你样请，你拄则做一开始到降时，你是用什么态度咧跟我讲话啊？因为从一就位委员，我去拜会你，就很尊重你啊，你忘了吗？ 嘿，和这有什么关系？我咧讲母语啊！你讲母语我也尊重啊，你讲啊。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现场气氛火爆。立法院这个会期试办口译服务，陈柏惟却在用台语质询邱国正时碰了软钉子。虽然他面临罢免案争议，问政时依旧不改大炮性格。华视新闻黄水、张世军、彭冠霖台中台北报道。